好，来继续来看海军要伫个高雄港的码头起一个专门做尖舰的厂房，再去举行开港的典礼。总统蔡英文转港来主持，这个尖舰的模型嘛第一届来献光。 现在在我后面的是海虎军舰，总统蔡英文亲自南下高雄来主持浅建国造厂房动土典礼。开工顺利！这是高雄港87号码头海军尖舰国造正式规划地台船公司厂内打造专用的厂房，总统蔡英文主持开港典礼。和平靠国防，落实国防自主是我不变的决心。其中浅舰不仅能够大幅提升我们海军不对称的作战能力。 部署在本岛的西南跟东北水域的前舰，更能够有效的吓阻敌舰围绕包围台湾。在动土仪式后，舰龙级海虎舰航行经过会场前，专舰的官兵向总统致敬，同时阁准备长尾旗代表旗开得胜。 这台海虎尖舰是荷兰军厂做的，1988年伫左营成军，到即马已经超过30吨啊。那是过去荷兰卖给我们的，但是在中共施压的情况下，也不敢再卖给我们了。 总统的厂房动土这一天嘛，问大家敢有决心甲勇气克服挑战？现场全体官兵拢表现出决心。尖舰各都是海军家己研究设计，要做的尖舰实体模型嘛，头一摆公开。头一台由咱国打造的尖舰上届建伫2024年会入水，伫经过一年作战测试了后，估计伫2025年就会使正式成军。 浅建国造厂房开工动土，也让我国国防自主防卫和研发的能力更进一步。以上是记者陈诗雅、陈志学在高雄港的采访报道。